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福喜来的，我是吴义勇。几多的材料都可以拿来做艺术品，做雕刻艺术。研究呢布雕，唔啲像新朋友係咪有國家有聽到，也想看到。今日我呢有請到嘅來賓呢，一路係咱們後生嘅布雕藝術家葉子怡，分享子怡。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閩南嘅葉子怡。唔係我哋可能有請過算非常後生嘅藝術家嗬。子怡同大家小介一下唔知㗎好冇？唔係哪台嘅？我係來自閩南從細我就愛聽閩南長大，然後我的爸爸媽媽都是客家人，所以我對於客家的文化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回憶。那我也一樣是跟着，因為媽媽她是就是喜歡美術，也是從事着藝術的領域，所以我從小就跟着她學習，然後直到大學，讀大學也是選擇藝術相關的科系，這樣子，就是到現在回美濃，我也是跟媽媽一起學着布雕的藝術。這樣子哦，你爸爸媽媽沒係做藝術相關的？像每年元宵節呢，我們家都會就是要幫忙做大型的燈籠。那從小我就是看着他們就是做這個東西，但我可能是幫忙一些就是簡單的，但是因為有這些基底，所以我對於一些立體的雕塑或者是顏色的運用上會有一定的基礎。那我也是對這方面很有興趣，就是很感謝爸爸媽媽給我這些資源。對。哦，你都喺正月班嘅時節，盧卡都會過無限。對，過無限。就會做幾道太嘅法燈安尼。對，像從前過年嘅時節，我們都喺做法燈，做搬壓，因為元宵節是3月嘛。那我們就是要趕在那個過年的時候，然後甚至是年底都在趕，這樣子。哦，從細係安尼，對，環境太嘅。對。咁平常時咯，爸爸媽媽係睇做乜嘅？平常嘅時節，爸爸媽媽就睇學校，也做欣賞，做高中安尼。原來係學校欣賞，同高中。對因為做法燈係媽媽嘅興趣這樣子，所以有着自己的事業，但是也兼顧着興趣的發展。法燈係興趣，因為平常睇學校教書。對。係沒有幫媽媽教過？對，我在國小5、6年級的時候，因為媽媽是學校的那個導師，我就有被她就是教到，她就是我的導師這樣。對，所以我也是跟着，因為媽媽在學校本身就有帶很多就是舞蹈啊、藝術啊、皮影戲的活動，所以我也是從小跟着她，就是跟着社團，跟着她做一些就是表演的活動，這樣。哇，我哋下巴係感覺去到學校嗬，離開媽媽的那個魔掌，結果睇學校沒讀到媽媽，聽起來有點恐怖。就是我去學校要見到媽媽，然後回家在學校叫老師。然後去回家就叫媽媽這樣子。剛剛會壓力過太冇？不會，我覺得因為國小是一個就是蠻放鬆的狀態，所以因為媽媽也是在學校教了多才多藝的事情，我覺得課業是一部分，但是興趣的培養方面，她在給我們就是同學呀，甚至是我的身上，她付出了很多，不是一昧的就是課業而已。對。哇，嗰種真嘅都係耳濡目染嘅嗬。對，我是從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你講太後面係也到美感相關嘅，你係讀乜嘅太後嘅時間？我是讀那個亞洲大學的視覺傳達設計，它是平面的設計領域，但是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繪畫基礎，這樣。因為我覺得除了我就是從小就是手做就是手繪的方面，但我也想接觸看看就是電腦平面設計的那個領域。對。咁畢業過後，唔係做相關的條路？對，我做相關的條路，喺台中待了2-3年左右。然後因為媽媽喺閩南，也會做法燈，還有做一些文教的事業。他說可不可以就是一起回來幫忙，我們一起就是經營就是傳承跟文教的
一些事业，我就说好啊，当然可以，只是我的能力当然就是要运用在这些身上。哦，故作迄妈妈先开做门，可能有想爱过来面弄么？对，马上入答应呢，没考虑。对，就是觉得离开家乡也久了，然后我觉得，对俺来讲不久嘞，已经差不多7年，从7年，开好4年，嗰是投入2-3年，对俺来那种离开过久的人，其实冇算久，不过你好像对家乡对你的路卡，好像连接很紧密哈。对，有一定的情怀跟思念在，所以我觉得，而且刚好。就是艺术领域，我是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能帮到家里的忙当然很好。就是我外面大学有学的一些能力，这样子，可以运用到。刚起码个时间接触到布雕的呢？我是从6年前我归来的时间，然后妈妈那时候已经学了，就是蛮久了，她就我就是看她在那边做，然后我也是边看边学。一开始我也没有想说，我会接触，但她就说你就试试看，那我也就试着做看看。那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是觉得蛮有兴趣的。然后我们就是会一起在那个画室，就是一起就是创作这样子，就是可能到半夜，然后就忘记时间之类的。对，就是母女2个人在画室在那边画好久。哇，古种呢自家做自家的，还是2个人会穷哈？我们是自己做自己，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跟妈妈的美感有一点不同，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将来我觉得可以有机会可以做一个2个人一起的创作，像妈妈的作品，觉得是那种看了会觉得一直看下去会被吸住的那种，它是比较深色调金属感。那我的话就是感觉很年轻，就是色彩运用的很鲜艳的那种，那种风格。对，2个人的风格完全冇看到。对，都不同。不过我想象个画面个气氛哈，如果2姊妹母女2个人，用下提一件拍摄地杯，做创作。因为一般人其实都可能20-20或30的时间，其实离路卡会过一样，不过我还是可以，别那讲，唔单枪係同爸爸媽媽係強下，你冇係強下，不過你係強下工作，強下做創作，你2個會吵死哈。嗰時候因為藝人就可以那個發圖啊，做起解，所以有冇嘛嘅？媽媽唔會講一片安用咧，唔會。不會，我們都很就是我們都蠻給予情緒價值。媽媽問我，我就說可以啊，就是那個顏色怎麼樣啊？媽媽就說你這樣可以啊。但就是我覺得我們2個都活在自己的世界，就可以，就對。你唔會去干涉對方。對，就是不會干涉對方的作品。你想用嚟做，嗰種路做得啦，對，就是我一開始比較會問媽媽說，這個顏色是不是要淡一點哦？怎麼？她說可以，我覺得要淡一點，因為我一開始接觸比較不熟悉。就會問比較多問題，這樣。但媽媽也都是給予我正面的回應，這樣子。你的2姊妹相處從細就安尼哦，好像很 peaceful 這樣子。對，因為我覺得是媽媽的她的教育，就是都是那個方面發展的。對，她不會說你要批評你要怎麼樣，就是你做就對了，這樣子。古種咩係演咩呢？媽媽開咗門講，你要想去多做來麼？其實對你不會有一種掙扎，你都會感覺，因為平常都相處都幾好，古種也會感覺，向下來做向樣的事情，咩係幾好的事情。對，我感覺那時候覺得，應該會蠻有趣的。對，那也讓我真的學習到布雕這個藝術，我覺得收穫很大。當初想同媽媽向下做同樣的事情，覺得不錯啊！真的回來以後，還是覺得不錯嗎？真的回來以後，我覺得很不錯。然後一點是，我覺得，因為我學平面設計，我們的領域等於說就是不相關，所以說我們能請教的事情就也很不一樣。他可能會請教，就是可能電繪的事情啊，然後可能請教他。就是畫畫、手作、立體上面的事情，
我觉得这方面就不会有冲突，所以跟我想象的不会差很大，就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摩擦。你讲一开始看到妈妈做那个步调，如何先看论，好，妈妈问讲，你想要吃宽那么？你吃做的时间，你可以马个讲述第一摆做的时间，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做，我有想象，就是我会做怎么样，但是我每一次做，每一次从那个想象的都不一样，就是想象的跟实际做下来，就是都会是不一样的感觉，甚至连上色，我会觉得，这幅应该会是暖色，然后再加点银，然后可能出来又是不一样的结果，就是通常想象的跟就是真的手做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也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会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说，这样做出来的作品也没有不好啊，我就是顺着当下的感觉去做出来，这样子而已。对，就是从慢慢可能就是不熟悉到慢慢熟悉的过程，这样。因为你先做的这种角度是平面设计，对，那个就是在电脑上一弄，你就知道感觉了。如2D 的，对，布雕如何会贵的立体的？对，它就是因为布雕它是在它的颜料干了之前呢，它就成型了，所以你没有办法修改，这都是一次要把它就是做好的。没办法修改的。对，像那个上面的一些凹的形状，它都是一次定型的。我相信大家看来看用后，他还会感觉好像有一点画面，不过又唔知都在用来做嘅一个布的圆圆呢，用来做一啲雕塑品的吼。加一个设计嘅尝试，还有因会注意的，会嘛嘅，让人聊一下，个技术强自己团来讲。分享到咗嚟富起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布雕藝術家葉子怡，多子怡同我哋分享到嗬，因為做布雕同其實同媽媽個有關係，好，如果媽媽先做，其實你從細就會沉浸在藝術嘅環境，故說而做一個藝術相關嘅工作，好像沒有什麼掙扎，因為媽媽都係做對安尼嘅事情，我哋現場沒有看到嗰度自己嘅創作嗬。剛剛你有講到一點，就係比如講布嘅嘅形嘅啊，基本種嘅亂嘅，冇辦法再改嘅，咁你都可以同人哋講一下，用嘅布用嚟變做安尼嘅作品。像最有品這一幅呢，比如說我想要它哪邊凸起，那我可能就會在底下去找一個可以支撐的東西。對，我就覺得我的左上方要比較凸，所以我就會找一個大一點的東西，就是保麗龍，然後可能切在下面，然後它要什麼型我就先切好，因為布它是軟的嘛，那我們要怎麼固定它，我們先有構思，這樣子，現在腦袋有構思，所以我就找了好幾塊我已經塑形好的保麗龍，然後我再把布鋪上去。然後去看那個形，那個要怎麼捏，因為它布是有那個粘性、有膠性的，所以它可能捏下去之後，它就會定型這樣子。迄能有先做嘛個步驟，本已有粘性，係咪？對，像是布雕的話，它會是用那個固化劑，那個膠去把布去浸濕，浸濕之後呢，它就會是一塊就是有粘性，然後膠性的布，然後在它乾之前，我們就會趕快去把它定型。對，每一塊布遇上固化劑，它會有不同的就是雕塑性。例如說棉布的話，它可能會比較軟，那我們可能用麻布的話，它可能會雕塑起來又會比較硬，然後或甚至是網狀布，就是每一塊布它會每一塊布遇上固化劑，它會有不同的展現方式，所以我覺得布的挑選，然後跟那個塑形都是就是在入門的時候需要去
就是钻研或者是去试验的一个程序。古总呢，我正经做的作品，以前其实如果因此，对，然后去想说，哎，更加要做一个作品，可能哪一个适合？对。前面的步骤如何？哎，偷偷也块布诶，哎，如何提金嘅固化剂？对。金黑的你都可以是塑形。对，就是我像前期我就会玩好，就是因为家里做花灯，布很多，对，所以一些小碎布我们就先拿来试试看，看一下固化之后是什么样子，然后觉得这个作品蛮适合用哪一块，那我们就会去就是找一些再更大一点的碎布去玩怎么弄，所以我们也是把那个布就是可能它没有办法在运用的部分拿去创作这样子。对，没有再过利用。对，古时候一开始是拍摄的布诶。都某一天，因为那个固化剂它有蛮多的颜色，那但是因为我的色彩比较鲜艳，那我可能会选用白色。那像妈妈她会用什么紫色、蓝色都有可能，但是固化剂决定那个布的颜色。例如说固化剂是深绿色，那我可能把那个不要的碎布，可能绿色或紫色进去，它可能会是绿色的那个形体出来这样子。对。不过头前就可以先 get in 色的。对，可以先。不过你更加看到的是拍摄的不会再去着色吗？对，我就是因为我希望我的颜色呢，它会是比较鲜艳明亮一点的，所以所以我就会觉得用白色底去把那个颜色去玩得更鲜艳。但是如果我今天是用例如说深绿色底，那我再加上那些颜料，它可能就会变成青铜感。就是它会是像你看到的铁锈的那一种感觉，就是完全会不一样。对。古说以前不会按呢，纸美固化剂按呢上去差不多1点钟，如提塑形，我等一久，咱可以过上色。等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看，一完全早诶。对，一路早诶就可以从那个上色。对。那我觉得另一个部分是，就是上色，它上色也需要，就是好多层。我觉得上色可能还比雕塑还久。上色我们是颜料是用矿粉。也会用亚克力，然后那个粉呢，它就是像这类的颜料一上去它就干了，所以你也是要赶快就是上完第一层，然后你就因为有一个好处是快干的话，我们可以赶快上第2层，那这样子就不用等它干的时间。但是坏处就是说，你决定了，那你就是要赶快就是把色上完这样子。对，就是像。我跟妈妈作品都会是比较是金属亮粉感，所以我们都会用那个就是不同亮片不同颜色的矿粉去上，然后它就会有制造那种反光感。像那一幅的话会先上就是暖色系嘛，可是我很喜欢玩那种冷暖色调的叠加，然后我就会想说，那如果我亮粉用蓝色会怎么样？结果就这样的碰撞，然后就会就是慢慢玩出不一样的效果。都会引起搞，引起实验。对，所以说前面才会说，为什么每次想象的跟做出来都不一样？因为当下想怎么要去照着那个感觉走，去做的那个感觉都不一样。可能不但有一点想法，不过随着时间，对，因为慢慢分享，刚才也哈有用的边，我用的某安尼。对，我觉得这就是做艺术有趣的地方。古说有边也可以算够简单呢。对，够简单。该让我也上呢，给难度在哪？像这边这2幅的话，它会是我先把一块一块先剪好，我要先想我的画布内的那一块布会是什么大小，那我可能这幅我就是先剪一个椭圆，然后另一幅是剪一个小圆，因为我已经想好它固化的样子是就是这样子拼成的。如果再大或再小，它可能都不适合这幅画了，所以我就是布的剪裁可能就要先剪好，再来去固化
固化完之后，我就像这2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是固化之后才粘着上去上色，那这个是就是在固化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粘上去了。哦，对，意思是说就是这个呢，我是剪完一块一块圆，把它风干之后，然后我上色把它粘上去。对，然后像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它就是把那个花型雕好了，它就在那个画布上风干。咁哪一个难感觉？还是难度冇咁样？觉得难度就冇穷用哎，因为那个松色的时节，像这个会上色的时候想比较多。因为它是一个左边第2幅呀，对，它是数个不同的形体去组成的，我就会觉得，那我要怎么上每一个形体，然后把它拼成，像是不是中间要比较深，然后像这个的话，它就是全部都是已经是塑好形，那我一次就是把它上完这样，但它雕塑的话会比较久。不过还是冇办法帮你太久时间去慢。对，就会其实要很快做决定。对。就是像这个固化好之后，它就是这个型的，但不管它是不是花型，你都要觉得我就是要把它上色上成花就对了。对。该要个台灯呢？这个灯的话，因为我想了爱的洛卡黑做法灯呢，所以我就想要有一个灯型的艺术品，灯型的那个叫做工艺品。那我就想说。像我们家做了很多的花型灯，大概都是3公尺以上，很高很巨大。因为那些花灯要摆在很大的空地，他们必须要很显眼。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我也想说做一个小的看看。那我用固化剂去用那个布雕去做看一个小的灯型呢。然后后来就是。有想说，那我先把那个花型固化之后，然后装到灯上，这样试试看，对，然后才会有这一座就是花型的那个工艺品出来，这样。嗰種伊啲作品差唔多從頭到尾要做下，差唔多1舊，某一天。某一天。也是嘅那一千舊啊，那一做千舊。冇睇上時間。兩個相同舊，係應該講。你差唔多2日、3日。2-3日有哦，應該有2-3日。就差唔多2-3日的時間。因為可能隔天進畫室，我就覺得它要加什麼色，所以我可能每天。就是進畫室，我覺得它又要加什麼色，我又在加。可能做冇完久，因為佢加入固化。對，所以我每天都是這樣斷斷續續的。可能它已經完成了，但我又想要再把它加色。對，就幾難算嘅時間。對，因為佢成想用嚟個改個加落還可以。對。咁我個出門睇做一個作品嘅時間，講到作品眼睛都發亮咧，就會歡喜啊。對，就是在做的當下也是，我都會忘記時間，然後我也很專注。對。我感覺對現代人來講，有乜嘅事情做會可以更專心，除了滑手機以外，還可以忘記時間，其實是蠻珍貴的。對，我覺得是很難得的事情，因為像就是做。可能我覺得我本身除了畫畫之外，做其他事情好像沒有這麼專注，而且現在手機太發達了，我可能會想說要看一些什麼其他的東西，可是在畫畫的時候就不會，我就會一直做，心無旁騖，對，我覺得這是讓心境很好的方法。幾好呢，自己做的作品，也還有睇稿，還有可以展覽。係也啲同樣乜嘅貼片嘅心得同經驗分享，我哋聊一下，個繼續來參考伊。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布雕藝術家葉子怡，多多自由分享一個布雕係用嚟做嘅嗬。
我可以想象诶，我当然冇实际看到啦吼。我自己也会去拍牛顿妈妈，就系韩国哪位嘅艺术家有去下办展览，像去年10月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旗山的武德殿举办了一场叫做“生生不息”的展览。那“生生不息”这名字呢，我觉得它扣合了我们3个的创作理念。我们有3个艺术家，一个是我，一个是妈妈，然后一个是叫做郑义刚老师。然后我们3个虽然都是用不同的媒材跟画面去呈现，但是我们都扣合着生生不息这个主题。那像是我的话呢，我就会觉得，像生生不息，我都是用花朵去呈现。我觉得布呢，它不只是布虽然它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但是我把它重新创作成一幅就是花朵或者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我觉得那都是生生不息的展现，这样子。那像是妈妈的作品呢，它会是趋近于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它是扣合着比较是它是用太极去构想，他觉得他在那个创作这些步调的时候，他像是在打太极，那些就是那些动作，然后跟那个画面呈现都是跟生生不息的就是气息有关。对。那另一位艺术家郑义刚老师，他是用枯木跟那个环氧树脂去，也是重新创作成一幅就是画。我觉得我们3个都是把不需要的东西重新运用，然后去一起办了这场展览。对。那你刚哈比都展览冇做作品的时间，个心情应该同平常自家去搞冇同样。对，冇同样，就是在做的当下，一定还是会想很多，但是就是时间一久，你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情做，那也不会觉得说做这些展品有什么压力，因为真的就是扣合的主题去就是跟着自己的心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对我来说就是很有意义，然后也就是很在就是回忆里面一定会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对。不过像平常时去家做，那想要做愈做嘛吼，有灵感愈做。不过以后有展览的时间，如果有一点时间压力，对啊，灵感也不是要它来就来。好，我有读到安尼啊，安迪，我时间很紧迫，安迪，更加要做嘛嘅，我有安尼情形。有所以讲艺人会做到半夜，就是因为艺人就是半夜的时间非常有灵感，然后我们早上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室它是跟餐厅结合，然后我们的工作室呢是在旁边的一个就是空间这样子。那可能早上会有声音的时候，我跟妈妈可能就没有这么有灵感，可能到了半夜就是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突然灵感就爆发，就是可能灵感才会在半夜就是开始创作。所以就是前面就可能会卡住，觉得该怎么做，然后一到晚上就想出来了。对，就是很特别的一次经验。如果夜深人静的时间，如果各种很没有阻碍，你给灵感如果走出来。对，不然早上灵感的确是卡住的，想什么都觉得好像不行好像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什么的。你也过后啊，一到暗部头路有灵感嘞。对。假如好像也还好不是太少，反正我只要等到晚上。对，而且我觉得我跟妈妈很不一样的创作的方向是，妈妈是做就对了，她都不会想太多。但我觉得一般人做是要吗？要这样弄吗？还是这样怎么样？妈妈她就是先弄。对，她一想到什么，她就是先做了怎么样再修改。那我也是本来一开始就觉得，是不是先不要这样，但妈妈就说你就是先做，做了就知道会怎么样。对。能跟他做咩？系互相学习呢，对，我觉得是互相学习。你有时把互补因为各自有自己某去用的优点，故说如果看对方係用嚟做，可以来学习。就是互相学习。你人家没有提高，
对，像因为妈妈从我小时候就是从事着文化教育传承的这类型的推动跟工作，那到我回来之后呢，我也是帮着妈妈去除了我们的艺术创作，那我们的那个教学的部分也是一样的进行着，就是想说可以把布雕结合着客家文化，然后去传承，然后让接触的人从一开始会用把布雕结合着就是客家文化，那一开始会用一些简单的就是 DIY 手作，让大家先接触了之后就会想要去了解之后就会喜欢上。那我们就是也是推广就是这类型的教育，像客家文化的话，我们会先在国小或是我们的工作室先就是举办一些 DIY 的活动，然后然后会或者甚至是客家的染布妈妈也很就是染布我们会运用在布雕上面。那如果一开始让大家就接触那种简单的染布，那之后就会想去慢慢的了解这样子。刚刚也搞的好生诶，就大部分的闽南菜体的人，有好高的就是小学生，然后也有在地人，但也会有难得会有就是外地的人想学习看看就是染布啊布雕的东西。对，就是蛮难。都看到外地人来会觉得你们怎么会知道这样，会想学习。原来当请过来啊。对，这样子。刚刚你一开始搞的时间啦，因为应该可能就是比较好像内向害羞的样子。刚刚你一开始会有那个吗？门槛吗？你觉得？我觉得一开始也还是看着妈妈一开始也会在旁边辅导我，对，然后她就说没关系，你就是上台你就是把基本的东西都讲完。其实他知道我就是开始讲了之后，就会开启就是我的那个心胸了，开关都打开耶。对，他说你就不要害怕，就是先讲。一开始他都会先就是陪着我一起，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老师跟着一起，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从20-30人到100-200人的场次都会有这样的教学。那我们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师跟着，那我们就会一起教学这样子。那可是对108跟员工发会紧张吗？108你就会妈妈出场的时候，对。那我当然我将来看能不能去。就是控制住这个，对，听也好，因为太重，对，那30-40个人我还可以，对，还可以应付。那搞的时间给心底还马个时间挺有成就感。就是在当他们做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原来他们是听得懂，他们是有在听的，就是原来也不会这么难，对，就是。因为很怕自己讲的不好怎么样，但是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坏，对。刚好上岸有不会妈给回馈，你很有印象我觉得回馈倒是还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他们在做那个可能画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就是蛮厉害的可能有蛮厉害的画面，我就会觉得这样，所以我教的方法，他们运用上了吗？这样的感觉。就会有你被我看都按好。我有一个共通的经验，因为应该搞跳舞嘛，你还如果同后上来讲，到底是你们是练武奇才，还是我很会教？还没有按那讲，就是都在黑眼哥哥讲，还能真给路按。对，就是这个回馈，我觉得很满足了。就害怕看到大家拢会拉都按好，做都按好，就讲讲，应该可能家刚有一点功劳按的，大家用哈屯过奖的方面做出来，就会有成就感。对，就是对我来说，这就是教育的跟传承的意义了。对。咁唔可能头都讲，人的展览已經有都愛去到美國的，愛出國的。撒下來同媽媽會討論，人撒下來還有乜嘅計劃嚇？
年底有个想要会有一个展览，但目前还没有讨论它的主题。然后再来是就是那个叫课程方面，我们想说想要开一些就是布雕的课程，对，布雕课程让大家从简易到难，然后或者甚至是亲子的，让大家可以接触这样子不同方面的。那我们想说在明年，而且在今年的时候去开这样的课程，然后给大家去就是接触看看，对。嗰種有感覺上學嘅你，嗰種有印來印多誒。对，而且我覺得這是也是蠻少見的東西，所以覺得跟大家分享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對，嗰種對你來講，因為你還唔前30歲嘛，你會感覺做一件事情其實係有熱情嘅吼，感覺得出你蠻有熱情，繼續做這件事。我覺得做一件事情的熱情、熱情就蠻重要的，這樣子還有就是堅持做下去的，就是意義。不然的話，我覺得做下去會是很痛苦的。嗰種嘅決定，吼，如係決定離開中部回到家鄉民咯，嗰種係一個正確嘅個決定咧，吼。對，這樣子看起來應該是，對。嗰後呢，都係同媽媽共下做，又係做藝術相關嘅事情，還有擴散出去做教育，咁我係一個嗰後嘅嗰有理想，吼有理念，對你自己有嗰好嘅事情。今日非常感謝自己分享按奇妙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好，加觀眾朋友接下來冇再台哦，聽論先生好好運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